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7公视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50710个本土病例，52人死亡，汤丰加118个要注流感疫苗囡仔注到无限免费疫苗。透东北风，宜兰当咧拼大雨，东部北部嘛拢爱注意上大雨，这款天气会维持到双十连假。泰国幼稚园枪杀案至少38人死亡，凶手是互开除的警察，犯案了后杀死某囝，佮自杀。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增加50710个本土病例，占被死亡52例，中重症228人。咱国内出现一个11岁囡仔为确诊到密斯西重症发病，拢总是125天，是目前时间上上长个案。另外，今仔日指挥中心嘛公布移港入境0+7的防疫措施，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50710位，昨天新增的死亡的个案有52位。那另外有一个儿童的重症个案是一个11岁的男生，他在5月14号就已经确诊过新冠，9月16号又再度出现发烧、淋巴结肿，而且这次有合并腹泻、喉咙痛。已经平安的出院了。那这也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密斯西的个案，从这个第一次确诊到密斯西发病间距最长的一个个案这间距是125天，大概就是17周多。那我们从10月13号开始，我们实施0+7的移工入境的防疫措施。那产业移工包含制造业、营造业、农业及海洋渔捞，在自主防疫期间就同入境旅客的规范一样。那在社福移工方面包含我们的家庭看护、家庭帮佣以及机构看护等等，服务对象有可能是重症高风险那重症高风险的定义大概就是65岁以上、6岁以下，或者是有免疫不全或低下的情况，所以移工还是必须要在旅馆或是移工宿舍办理自主防疫，期间就不得从事工作那如果说每2日快筛阴性，是可以必要时外出。即阵国内已经开始注公费流感疫苗，不过汤丰顶礼拜6礼拜刷到118幼囡仔注到无适合3岁以下注的国光疫苗。卫生局表示，已经成立调查小组，启动关怀机制。台北荣总的汤丰分院嘛开设立即通道，若准有囡仔注唔到疫苗，身体无爽快，家长会当免钱带去检查。公费流感疫苗开始做，验过伫桃园做时阵出问题。卫生局顶礼拜6礼拜伫桃园古代设站，随来就随当做，由台北疫苗总病院的桃园分院负责，现场提供民众各种流感疫苗做，验过无适用3岁以下囡仔，结果有118个囡仔做唔到。觉得有一点夸张，我们会相信他们，所以其实我们会相信专业。对，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医院应该是要再更仔细一点点。一岁外的陈妹妹就是注唔到疫苗的118位囡仔其中之一。妈妈讲，囡仔到即马是无啥物症状，只是带来病检查看卖咧，病院内负责因就会原谅。病院方面表示道歉，也讲各项疫苗适用对象也无包括到3岁以下。不过基本上疫苗也是安全有效的，请家长唔免太过担心。本院有针对这部分一一的打电话关怀，了解他的状况。目前我们打通了116位，提供专业的服务。院方为落实人员教育训练及为确实执行接种业务前3毒5对有关，今日卫生局依违反医疗法第57条，裁处25万元罚锾。对囡仔注唔到各种疫苗，卫生局甲病院赶紧追踪，启动关怀机制。所落来家长若有问题，会当卡0919961996的专线。根据了解，其中有一个囡仔有流鼻水，一个人胃肠炎，验过拢甲注疫苗无直接的关系。另外，卫生局也会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疏失的原因，依照相关法规调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最近这几天透东北风，北部、东半部天气较无稳定，宜兰嘛当咧拼大雨。花莲、台东、双北山区甲基隆的北海花嘛要注意上大雨。若这款早暗较凉冷，这方面透风落雨的天气会一直延续到双十连假，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初六暗时花莲市区向雨势规通道，造成几个所在积水。
部分地区水是捌淹到脚头有，环路桥倒摆会有危险。警方甲中山路地下道机车道暂时封起来，等雨较细才搁开放。昨天淹到哪里啊？昨天都已经淹到这个人行道上面来了啊。平常有淹这么高吗？就只有下大雨的时候，特别大雨的时候才会淹啊。然后那个马路都已经淹到那个双黄线去了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初7至初9，桃园以北甲东部地区天气会较凉冷、较潮湿。气象局针对湘北、甲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发布大水雨的特报。若双十迄天，还有一波冷空气到位，水汽会较少。下半部北部、东北部雨会较少。若今年双十的烟火伫咧家己举办，双十节迄天无啥会落雨，不过爱注意会透风。在国际日当天，下雨的状况大概会比较靠近山区，那所以在比较我们靠近平原区跟沿海地区的话，看起来天气应该是还算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要留意的就是风力会增强。气象局预测，双十节迄天北部的低温差不多是20度，小可凉凉啊。中南部日时啊，高温要是超过25度，要注意早暗温差大。气象专家提醒，受到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上大雨的情形是无啥正常，要注意连续大水雨可能带来灾害。宜兰还有东北角，特别是宜兰的山区哦，它很有可能又会造成这种异常性的这个降雨，所以这样加起来呢，每天如果下个100-200，那非常的可观，可能有机会都到大豪雨等级的水准。根据气象局的统计，亲像宜兰东山乡新寮测站，24点钟内测到降雨量已经超过300米哩。专家提醒，连续假期安排要出去佚佗的民众，都要注意较会落大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第6届玉山论坛伫台北恢复实体举办，包括纽西兰前副总理甲帛琉总统拢有出声挺台湾。安娜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新南向的政策是印太战略真重要核心，加强合作就会当守护区域的和平。另外，一派议员困谈会会长专工用台语发言，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表达对台海局势关心。If they remove Taiwan's, would this world be a better place? Yes. 肯定台湾得到现场的掌声。第6届玉山论坛伫台北举行实体会议，邀请31个为12国来的外宾亲临现场。这个主题叫"振兴再定位甲中科连结"，探讨后疫情时代的区域合作。总统蔡英文表示，多国政要参与，都是代表对台湾的支持。新南向政策，确实是印太战略核心的一项。We are also grateful to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partnership between Palau and Taiwan in these areas, and that partnership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蔡英文强调，目前台商伫新南向投资的实力已经超过伫中国的实力，当拍拼加强合作。这场会议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区域安全，尤其日本正重视。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特别录制影片，日华坤会长古屋圭司用台语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の試みというものは世界のどこにおいても許されない。これが我々の意思です。The Taiwan Strait is a hot spot. 台湾有代志，日本有代志。古屋圭司伫台顶批评中国用经济利益和台湾的友邦转向，也谴责一直军备扩张，也甲想要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海局势对日本甲伫台湾的日侨拢正重要，会甲台美共同讨论安怎应对紧急状况，会持续加强台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自从今年8月初，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就加强对咱的军事威胁。经济部次长陈正奇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讲台湾当咧筹备关键的物资。有学者就表示讲，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就会当了解安怎运用这寡关键的物资，而且台湾是海岛，确保电力甲能源的物资有够，就是变甲搁较重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时阵，中国升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并且向台湾发射飞弹。为了不影响中国可能对台湾封锁的行动，也个台海发生冲突，
经济部处长陈正奇伫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阵讲，台湾正伫咧传关键的物资。对此学者讲，台湾是海岛，无可能亲像乌克兰有路通险，所以发生战争进程生产物资就正重要。那这些物资的话，最直接的有可能就是像是天然气，或者是石油，或者是等等能源相关的物资。因为其实没有石油或没有这些能源的话，你任何的电力、任何的网络、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作用。学者讲，这回俄战争是正好的例，互咱会当了解规个关键物资的运用，进一步去做调整布局，来应用未来局势。另外，未来经贸合作愈来愈增加，华府智库宣布，后礼拜经济部长王美花将会参加智库所办的研讨会。外界传讲，伊这阵去是为着台美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架构的会议去的。对此，王美花也第一遍做回应，说你下礼拜要去华府谈有关于美国在推动的晶片法案以及供应链的事情，有没有这个事情？我想我们有一个台湾形象展，好，那这个是我们首次在地溪来举办，那其余的我到时候我会再跟各位做说明。今年的美国台湾形象展览将会伫咧10月12到14进行，地点伫咧华府的雷根大楼，也是台湾形象展览第一遍到美国参加展览，将会有83间台湾的指标企业去参加。王美花强调，伊是去参加形象展览，并无讲到晶片，其他代志到时才搁做适度的说明，也为这抓先按来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原林会主委谢晓生洪亚康讲，性骚扰查某秘书。今仔日谢晓生去到立法院质询，伊讲家己要爱护下骹的基层人员都袂赴啊，强调一寡指控拢是谣言。伊嘛支持行政院做调查小组厘清事实。不过，调查立委认为讲，应该先甲谢晓生调职，还是停职，才开始调查。原林会主委谢晓生进前发生这场性骚扰，第一时间敢若发书面声明驳回，切切头一遍出现伫立法院。对于代志发生迄天临时请病假，伊解释是考虑总质询会失去焦点，也甲家己的精神状况嘛无好。佮讲性骚扰女秘书是无实在谣言。针对这1-2天的带来的给各位带来的纷扰，还有我个人还有跟院里面所带来的困扰，我坦白讲，我真的很抱歉。我当然是，这是一个不实的指控。我特别在这边要强调，我几乎很少给我的秘书，因为他们是来协助我，而且他们是基层人员，我爱护他们都来不及了。谢晓生坚持家己的清白，支持行政院组成调查小组查清楚事实。真侪个民进党女立委关心这件代志，对这场性骚扰是无法度容忍的。立委何欣纯肯定行政院用最高标准组成专案小组，佮找第三方妇女团体协助调查。民进党团呼吁谢晓生成为被调查对象，应该先暂停对外发言。不过谢晓生讲爱护部属都袂赴啊，这嘛引起议论。教师就是对学生过于爱护，或者是主管对学生过于爱护，只要就是超过那个边际那当事人感受到跟性与性别有关的不舒服或歧视都是性骚扰。那这也是我请谢主委请您以身作则。有加害人，我们必须要找到被害人。我觉得让事实来还原，让真相来说明，这才是最好的结果。调查立委认为，行政院应该让谢晓生调离现职，还是停职，让调查小组会当赶紧公正调查，嘛呼吁被害人出面说明代志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因为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过去捌讲，以前是为网咖摊开的，互网咖的民众真不满。台南市长驻地会长林胜东嘛批评陈时中，甲人摸摸拍拍的，才讲会实的，敢会当接受？那陈市长是回应讲，会听会当甲伊讲。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都认为这款回应代表陈市长无同理心。那无党籍黄珊珊是讲，假困的人叫袂精神。签名翕相有来有分，宣布参选了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真侪改到晚假访问，也互人解读是要拍拼降低疫情期间的受训。不过进前台南市场驻地会长林胜东坦白讲，甲你某某的，佮甲你回实的，你敢会接受？陈时中回应有听会使甲我讲，不过这种的讲法黄珊珊无认同。
装睡的人叫不醒啊，只是为了要参选才来假装你想要听大家讲话。但是当万华人在发出各种声音的时候，请问你听到了没有？昨天也强调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好，那我想这个话题就到这里。但是中国讲唔捌有攻击的意思。周万安是批评这种的回应是证明陈时中只是一个无同理心、无情的官员，佫煞来批评民进党操作弃中保台。民进党每一次都在选举当中操作抗中保台，变成他们的一个咒语，没有念这个咒语就不会选举哦。周万安讲，市民上关心的是市政甲参选人的特质。针对11月初5伫要举行的台北市选战头一场电视辩论会，黄珊珊表示，希望敢若讲理性的市政议题，家己伫台北市24年才有把握。但是中时表示，正期待辩论的机会，会当互规个政策愈辩愈明，莫变做负面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市长的选战，国民党参选人郭志温替高雄自杀比率高的状况，质疑市府无作为。不过，所有精神科医师烦恼讲，政治人物为着选举挑工差这种议题，会出现模仿的效应，颠倒害自杀的比率变去较悬。轻生这个议题最近不断出现伫高雄选举的话题当中，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郭志温的阵营，慢慢伫造势暗会当中讲到，质疑市府无有效的作为。不过，这个议题一直出现，甚至有人讲到自杀的方式甲特定的地点，嘛互风地团体非常烦恼。会引起所谓的复制猫效应，就是说，每当有人特别在炒这个话题的时候，自杀的率就会提高。台湾精神医学会、精神护理学会等自杀防治单位，拢总130名医护社工师共同联署，要求唔通再用轻生这话题当作是选举来操作。面对质疑，郭志温讲，伊无讲过浮尸、轻生等等的字，强调讲这轻生率是引述着其他的资讯，无排除要对不实的言论来提告。网络上的讨论不是我柯志恩讲的，不是我的阵营的发言人讲的。请不要塞在我的嘴巴里。这个要必须非常的尊重这个专业的一些处理那也更不要去这个去炒作。防治单位烦恼炒这话题会变成是无好的效果，市府嘛回应，将受到自杀防治的同仁拢真辛苦，认同嘛无应该伫公开的场所一再来讲。记者王刘婷、陈汉坤、柯正俊各样报道。来看台南有2个逃走的越南移工，初5暗时伫台南北区食酒了后，无驾照，佮骑车相载，弄到另外一台奥多麦。这2个移工煞甲车撇咧，就想要逃走。加在有好心的民众斗查咧，等警察来移送法办。监视器顶面会当看到5号暗时，一位民众骑奥多麦伫台南北区西河路口附近，拄要登越，无想到直接去互另外一台车弄到。不过弄到人的2个人，对涂骹爬起来了后，煞假做无代志，要离开现场。现场的民众以及一名外送员，看到这个状况，赶紧是向前协助，阻止人逃走去。我就叫另外一个外送的去找迄2个外籍的，行过甲讲恁拄啊车祸。毋着倒来处理你的，较会人拄走的，因着一个着点点的着我个着走甲你来，等警察来安尼。警方协报了后，赶往现场，无到10分钟，肇事的奥多麦驾驶就去互警方围调的。检测肇事的2个人，拢是外籍的道义移工，驾驶的男子酒测又搁超标，并且搁有公共危险，遭受了通缉当中。那该2名全都是越南失联的移工其中有1名还是公共危险通缉在案本案酒驾肇事致人伤害而逃逸者，除了要面对酒驾的刑责以外，肇事逃逸部分将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警方讯后分别是按照肇事道义、公共危险等罪嫌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移送台南地检署以及移民署台南专勤队。记者郑混台南报道。南投德山有一个姓陈的茶农，去年初甲茶行买1斤300块的越南茶，摕来改做台湾茶，去参加春茶比赛，佮得奖。这个姓陈的茶农随甲茶米用2倍价销，转卖予中华1间茶行，互卫生局抽验查到是越南茶。即马南投地检署嘛已经甲这个茶农起诉。
这个地球外包装写着三拉克乌龙茶，产地伫咧南投德山，不过所被验出，这是来自外丹的混充茶。南投德山一个单性茶农，去年初向中华一间茶行，以每大斤300块来买近30斤的外丹茶，不过所被用来参加德山镇农会110年度的春茶展售会，还佫得到2类会的肯定。任被告设有贩卖虚伪标记商品、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检察官查出陈姓被告于110年初以每台金300元的价格购入越南茶参加比赛。南投检方表示，当时茶农来以每台斤600块的价销，佮再转售给其他茶行。第三镇农会还佫就得奖的20斤茶叶，以每台斤850块来收购大位包装，甲3拉克乌龙茶竞赛以及产地台湾顶标示，因伫咧包装证明是台湾茶。而第三镇农会表示，家己嘛是受害者。那在我们的110年的冬茶，其实我们完全配合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身为一个主办者，我们并不清楚说，我们这个茶农他的茶叶的来源，是由哪边来的。那在政府还没有完全推行这个禁止进口茶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农友的缴茶来源。第三镇农会表示，当时茶农当时所交的是110年度春茶茶样，不过伫110年度的冬茶，则全面使用 DNA 分子鉴定技术，禁止混充境外茶，未来会加强审核的机制，若是有混充的状况，卖销毁茶样，而且公布姓名。记者南投采访报道。艺术家欧立婷出席2022宜兰奖颁奖典礼甲展览的开幕仪式，所发现家己得奖的作品互藏唔着边，规个倒头栽，伊质疑主办单位无尊重艺术。啊，那文化局嘛回释咧，讲已经改正，会请专业的人员为展览来把关。参加比赛得奖的美术作品，伫展览时阵，互人放颠倒边，连伫画册内面作品的相片也同款。艺术家看了真不满。艺术家欧立婷最近参加宜兰县政府所举办的2022宜兰奖，得到优选。不过，伊的作品和县文化局颠倒放，违背伊的原创精神。其实就是尊重吧。因为他其实已经提供在初审跟复审都已经提供正确的资料了。是。那照理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欧立婷委托木木艺术画廊的经理张义文接受访问，张义文讲，作品是不是更正确，是对艺术家甲创作的尊重。艺术家伫咧初审甲复审的时阵，拢有提供正确的资料，实在无应该发生更颠倒病的情形。希望以后会当注意。我们就是说，以后我们收件的这些人，我们会聘请比较有经验，就是对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对这个艺术、美术这一块比较有经验的，来帮我们做收件。宜兰奖上早是1984年以艺术家联展的方式办宜兰美展，2015年行向全国改名做宜兰奖。对这边作品放颠倒病的争议，县文化局承认收件的人员对这个业务经验无够。采时阵无搁再核对，对艺术家真无欠。展览现场甲画册作品拢会改，以后也会请专业的人员把关，以免搁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泰国昨发生幼稚园大规模枪杀案，造成上无38人死亡，而且大多数拢是细汉囡仔。凶手是一个因为毒品互开除的警察，伊犯案了后，随走登去处理，佮家己的某囝杀死，然后自杀。一具囡仔的尸体自幼稚园内面讲出来，真侪家长伤心甲挡袂牢。现场有心理师伫咧甲因安踏。根据急救人员所翕的相片看到，教室内面有真侪囡仔的尸体，有的迄当阵倒伫咧毯仔顶困倒，有的囡仔面有刀伤，頭有輕傷，規頭殼攏毀。มันพังประตูยิงปืนประมาณ2 นัดเข้าไปแล้วคุณครูก็อยู่ฝั่งครัวกับอีกครู3 คนบอกเขา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ว่าเขายังคุยโทรศัพท์อยู่แต่พอดีมันไม่ทันไงมันไปมัน有一位老師講，被抬死的囡仔有會只2、3歲。警方講，凶手是34歲潘亞卡姆拉普，是一個因為食毒被開除的警察。伊找到響頭時陣，撞入去東北部羅摩蘭埔府一間托兒所殺人，先對4、5位教職人員開槍。其中一位老師也閣已經有心背過嘅，鎖落去硬倒抬囡仔，走至現場了，沿路若拄到人就開槍，有人受重傷倒伫咧路邊。凶手尾下走登去厝內，甲伊的看守囡仔抬死了，家己自殺。凶手的武器是2支槍、1支刀。รับทราบนะครับขณะนี้ก็มีผู้เสียชีวิตแล้วให้เอาไว้ก่อนทั้งผู้มีการได้
总理帕拉育已经下令协助死伤者。根据路透社讲，虽然泰国平民有枪的比例是亚洲上悬的国家之一，每100个人就有15.1件武器，新加坡是0.3件，日本是0.25件，不过正少有开枪杀人的代志。但是这几年也并不是完全拢无发生过。万国邮报报道，在过去1年来，至少发生另外2件现役军人举枪杀人的案件。2020年，一位士官长就杀死29个人，尾也予突击队员开枪拍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宣布吞掉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了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初六表示，已经把5万公顷的土地收到回来。不过，罗西亚佫开始拍扎波罗热，造成死伤甲毁灭。即阵捷克当咧办头一届欧盟政治共同体峰会，讨论这场战争引起的能源危机。将俄罗斯的国旗带来，重新挂乌克兰的国旗。乌军伫咧哈尔松地区的反攻进展正顺利，伫差不多完全收复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了后，10个月无到1礼拜时間，就重新夺回哈尔松大面積嘅領土。Тільки за час від 1 жовтня і тільки на Херсонщині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псевдореферендуму було звільнено і стабілізовано понад 5000 квадратних кілометрів території і десятки населених пунктів. 乌克兰军方一直传出好消息，俄军是对共款伫咧并吞区域内面，不过还未完全控制扎波罗热展开猛烈的攻击。泽伦斯基指控俄军对扎波罗热发动2波攻击，造成平民死傷，一個真濟命體損害，更加引發大規模的火災。Є жертви, загиблі і поранені люди, спалені будинки. У Запоріжжі після перш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удару сьогодні, коли люди прийшли, щоб розібрати завали, Росія завдала другий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Абсолютна підлість, абсолютне зло. 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格羅西隨日去基輔訪問時陣講，扎波羅熱核電廠應該被看作是烏克蘭所有。IAEA 也講，未撤出扎波羅熱核電廠，絕對會確保核電廠嘅安全。The IAEA is not moving. We are going to stay there. We are operating as we speak. We are operating a rotation. So the current team is going to be replaced with a fresh team. So we are staying there. 因那第一屆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正伫咧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舉行。除了歐盟的成員國家領袖以外，已經脫歐的英國加幾多個等台北加入歐盟的國家的領袖，攏參加峰會。參加的領袖們對俄戰爭加能源危機進行討論，也看出俄羅斯伫咧歐洲的處境是愈來愈孤立。公司新聞陳偉林編輯。過去北方認為是天才的美國19歲西洋棋選手尼曼，涉嫌在線頂比賽時陣做手。根據西洋棋平台報告，尼曼涉嫌做手的比賽恐驚超過100場。不過尼曼是堅持家己的清白。發生作弊見效大美國西洋棋選手尼曼，最高伫咧甲特級大師克里斯多佛與踮美國嘅西洋棋錦標賽第一輪贏了。講到佢最近被指控作弊代志，講佢袂安尼就退縮。I think that this game is a message to everyone, and this entire thing started with me saying chess speaks for itself, and I think that this game spoke for itself and showed the chess player that I am, and it also showed that I'm not going to back down, and I'm going to play my best chess here, regardless of the pressure that I'm under. Let's discuss the game a little bit. That's it, but you can leave it to interpretation. 最後的比賽帶回強化比賽公平性的安全措施，唔但是有金屬探測器，一個包括真濟電子產品內面會使用到的矽利康，也攏會檢查。即講的觀眾也不准入去比賽大廳，比賽轉播也延後30分鐘。根據西洋棋平台 Chess.com 的報告，尼曼伫咧線頂比賽作弊可能超過100遍，不過無證據顯示尼曼伫咧實體面對面的比賽也作弊。這份20家的報告也講，尼曼的排名比較傷過緊，也無穩定，所以可能懷疑。Has Hans cheated over the board? We don't know for certain. Has he cheated online? Yes, admittedly he has. Do we still have to assume that he's innocent until he's proven guilty? And the answer to that is yes. 這件作弊代志，大家攏注重伫咧
高级点圣路易举办的辛克菲尔德杯的比赛，19岁年满拍败世界冠军挪威的选手卡尔森。卡尔森伫比赛后指控年满作弊，因为伊伫关键的时阵拢袂紧张，甚至无专心。两个人了又搁伫咧随随保胜世代杯小赌，卡尔森只敢若行一步就退赛。年满本人不公开承认，伊12到16岁期间，捌伫咧网络比赛时阵作弊，也承认是伊这生犯过上大的错误。也过伫咧实体比赛内面，从来就毋捌作弊过。也过调查报告是讲，年满作弊情形到最近拢无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转来到国内，教育部最近几天除了伫高中以下推动本土语言的课程，嘛有幼稚园用浸水式教学教囡仔讲台语。亲像新北市的大馆非营利幼稚园，就打造母语的环境，囡仔早起小少们拢会晓讲牛早。大家好，小朋友高早。老师甲囡仔用台语讲话互动，这是邦桥大馆非营利幼儿园的日常。大馆非营利幼儿园表示，因为看到真侪囡仔是阿公阿嬷接送，但囡仔煞袂晓会用台语沟通，所以自始当前就开始推动台语教育，用浸水式的方式，由主题活动、绘本甚至是教室，嘛都有一寡台文字，互囡仔伫生活中接听接讲，自然接触母语。我们就以生活经验为主，就是平时然后小孩都会讲到的，然后去做结合。我们学校其实也有走英融啊。因为其实也是现在就是一个多语化哈，我们就会听到孩子在生活里面，他就会说啊，金就的是 banana， 我们会去发现说他们自己会去辨别的哈，自己已经是内化了。校长表示，老师会透过台语见识课甲互相讨论来发想主题，真侪家长嘛支持囡仔加学一寡语言。新北市教育局表示，配合教育部推动多语化，最近几档参加台语浸水式计划学校嘛愈来愈多。今年新北市内有28间，虽然伫都会区推展母语无介容易，嘛希望透过向下定根，继续传承。记者陈文正派文新北采访报道。来看花莲县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自去年开始建议，经过侪届协商，县议会总算审议通过。不过条文内底对流浪动物的照顾煞无清楚的规范，引起动保人士的不满。为了向友善动物城市的方向打拼，花莲县议会初次通过动物保护自治条例。17条条文内底，除了规范饲的人强化土地管理的责任以外，还佫有加强客家掠动物的限制，协助民间收容等等的规定，配动保法做伙实施。设整个动物保护咨询委员会，雇主雇用的劳工不能对于动物有一些的宰杀、食用等等的这样子的行为，未来是不是能够得设这样子一个宠物殡葬专区？不过，这届条文煞无针对流浪动物敢是会当饲、野放甲掠等等的问题做出规范，引起动保人士的不满。因认为这敢若是形式尔。因为这些流浪狗，说实在的，也是因为人类弃养嘛，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喂食跟照顾，但喂食上就很多人会一直找麻烦嘛。例如公家单位。首先，花莲动保条例议员指出，目前上界重要的是爱先有法条，未来会当随时做检讨甲调整。有人说这指的是宠物啊，很多的其他的动物没有纳进去，还有一些流浪犬等等的议题哦。那因为动物保护的这个层面很广，那我们先聚焦以及先拟定大方向的一个推动。一般民众认为讲，动保自治条例敢会当落实执行，还阁要观察一段时间。不过嘛，希望流浪动物的相关问题会当搁较明确来加入自治条例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绿岛有民众通报河边有海龟受伤，海巡署去到现场，发现这只石龟靠打收袂出来，用帆布才顺利甲拖出来。若画册伫条景保育区嘛，捌发现一只大龟，互鱼钩仔鱼线治疗咧。目前等好完全了后，会评估来野放。掉伫小小的窟窿内底，石龟浮出水面喘气，又搁随味断去。这只伫绿岛岸边靠大的石龟，初六互发现，伊无趁电流的时，游出去窟窿。海巡署东部分署甲中研院的人员赶紧铺布棚来甲伊斗3工。移到上岸哦。这只石龟56公分长，46公分宽，伫布棚的保护之下，3个人员顺利甲伊拖出去，总算互石龟转去大海。东部海域常有保育类海洋生物迷航搁浅，
民众如有发现，请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今年靠大的石龟未少，侧基海科馆外口的条景保育区，民众装下冲伫海底发现一只大龟，喙呼鱼钩电掉咧，无法度浮出水面来活去，就要死去啊！一般人袂使靠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毋过情况若紧急就会使，民众赶紧甲伊救出来，通报海科馆。海科馆指出，这只大龟有可能无细鱼食到鱼餌，海龟食出现的躯壳应该和钓鱼的所在分开。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管制或是区隔，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真的去帮到这个保育类的这个玳瑁，让它未来有更大的生存的机会。刚才民众将大龟救出来，大龟也送去嘉南的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海洋生态甲保育研究室推测，有可能是钓鱼的工区的粪扫所致的。海龟空喙或是擦擦地，透过电光卡进喙内底有2支鱼钩仔，落尾是手术摕出来的。海科馆表示，大龟搁咧复原当中，赛后敢会当放转去大海，搁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一就是双十节，总统府的光雕表演暂未起过。今年以宝岛有光、土地之爱做主题，结合25出电影甲歌曲，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属于我们的音乐不只有悲情，更有海纳四方的畅快风景。大型光雕投影伫咧总统府的建筑物顶，超跨角度的投影幕，甲总统府的建筑物变做时间有限定的剧戏。自10个初6暗开始，到国庆日迄暗，每天暗时拢放6场，以12分钟再现海角七号、翻滚吧男孩等25部经典电影，佮透过8首歌曲，向记录下文学甲洪一峰等歌王歌后致敬。他曾经许愿，希望自己故乡的年轻人能一起创下艺术的福摩萨时代。国庆光雕秀搭配金马导演黄信尧的配音，黄土水、林之助加陈定波等艺术家的经典画作隆重登场。今年国庆光雕秀以宝岛有光、土地之爱做主题，探索世纪经典作品对土地甲生命的连结，也个侵蚀一个台湾这片土地的创造力。国庆光雕秀自初6开始限定5天，每天暗时7点到9点半准时点读。记者综合报道。有100年历史的台东知本温泉区，因为中国游客取消来台湾观光，后来拄着疫情，顶个月花莲台东阁发生大地震，对观光业者冲击介大。若即阵是观光的小月，大放率敢若大约4成。县府即个月就举办第1届的台东光节，希望请游客来佚佗。法国来的艺术团队利用灯光造成各种动作的人像造型，用随机式的光形成那亲像关键影格的影片效果，搭配音乐，伫知本温泉区的草坡顶那亲像伫跳舞。国内艺术家嘛创作更隧道的时光旅行，也有伫树林布置流星顶的金丽汤，也甲光电秀，拢总有12件作品。为即马开始到11月中，伫知本温泉区4周围点读，希望互知本观光有新的能量。希望透过光的能量，那为资本注入一处处的一些营养素，还有活力。台东县政府举办的头一届台东光节伫知本展开，互台东县的冬季旅游增加新的景点。知本温泉区的观光业者表示，为5年前中国游客无来了后，观光的人减少真侪，平均大放率敢若剩4成。最近阁因为疫情甲大地震，大放率嘛无悬，双十连假已经提升到6成。所来到年底，希望靠中央甲地方政府加度补助，也有台东光节活动会当阁吸引更较侪人来。这个补助加码的部分呢，有吸引到一些客人，那询问的电话也非常多。那刚好就又配合了这一个台东的光季，那在10月15号就在我们资本温泉这边要点亮。另外，代替伫中段的东线铁路玉里到富里段用客运接驳，初7暗时下面临试运双十连假大量旅客甲回乡的人。不过，代替是讲已经做好准备，会随时机动加开客运接驳试运旅客。记者综合报道。电影《老麻到15号》描写火烧岛查某政治犯的故事。今仔日特别伫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摄影的展览，摄影家谢三太摕历史的相片甲电影剧照做回展览，介绍过去政治犯甲家的故事。
一张一张黑白相片伫国家人权博物馆远赴展示，有过去政治犯的真实相片，也有最近开始放映罗马狗15号电影剧照，这拢是摄影师谢三泰的作品。以无共时代真实历史相片加拍电影的剧照，做伙描写政治犯甲家角的故事。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的理由跟脉络，我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我把它串联起来。最终，我的目的是说，我听到偶上他们告诉我很多监狱上的一些样态，我会想去揣摩那些样态。电影《罗马狗15号》描写女性政治犯伫火烧岛的故事，摄影展览初7伫人权馆开幕，监察院长陈菊也来到现场。伊讲，过去以政治犯的身份来到这个所在，即摆原本的法庭、看守所等等，已经成做国家人权博物馆，伊感受到民主自由的珍贵。我是1979年12月13号美丽岛事件以后，我们清晨5点多被逮捕，就到这个地方，唤醒台湾的社会。大家对50年代、60年代台湾在非常恐怖的时候，多少人的青春，多少人的家庭破碎。罗马狗15号出品人姚文迪表示，不只有电影、摄影展览，所来还有放假推出，嘛会登去绿岛举办特别放映会。记者郭文兆随新北报道。咱台湾捌到抑症的人袂少，不过敢若2成的人会去找资源帮助家己。都有关心心理健康的团体举办一个情绪影像展，希望民众将心情表达出来，唔通屈掉咧。你敢会感觉心情无好？敢会感觉比输别人？甲你负面的心情电话点好倒，看你的忧郁指数有偌高。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在这些量表上面越高，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紧急的状况。但我们想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它是一种可以呼唤去大家求助的。关心心理健康的 NGO Standby U 举办情绪影像展，邀请各界人士创作，将因的负面情绪呈现出来，让大家知影，不管你有啥物情绪，拢是会使大声讲出来。有2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提升民众的病识感。我们发现很多的朋友可能自己不太清楚自己的情绪，另外一块是社会污名，会使得我们难以去求助。林家安表示，全台湾捌到过忧郁症的人袂少，不过其中敢若2成的人会去找资源到帮助。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吴家琪讲，爱透过教育来预防不幸的代志发生。早期的去发现，而且可以去解决我们心中的一些情绪困扰。不要让它演变到后来变成更严重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做情绪的低潮哈，那甚至是自杀的一个风险，那是最重要的哈。情绪影像展10月伫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展出，伫逐礼拜5甲礼拜会举办讲座，和民众做伙探讨工作压力、亲子关系等等的主题。记者林世豪、谢桂林新北报道。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的双刀流日本球星大谷翔平，伊伫天使队即季的上尾一场例行赛，正做先发的投手。虽然天使落尾输去，不过即季已经投166局，攻出666胜，正做大联盟有史以来头一位投球甲控球拢达到规定标准的球员。攻占一垒，吹加着教练摕来手套。打者翔平本季第663个打席都是安打，一局后半场投手大谷上场先发。先发头一局，大谷就互运动家打者3上3落，因为大联盟1950年采用资格规则了后作为投手，爱投完加赛季场次同款的162局。这局当时大谷本季第162局，伊主投5局，61分了后退场。虽然天赛最后2比3输球，相当败阵，不过本季累积166局，666个打席，正做大联盟史上第一位投打拢达到规定標準的球員。一つずつやっていくことに対してのその規定に2つやっている段階で乗るかどうかが自分としてその目指すべき数字なの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やってみないと分かんないんで、それが分かったの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写落属于家己的棒球历史，大谷比赛了后真平静，无特别想法，也不过表示对球季进入季後賽唔忙。全体的な、個人的に全体的には良かったかなとはもちろん思いますけど、それでも今日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は不本意なところではあるので、本来ならここからがスタートというか本番ぐらいの
感じでいければもちろんいいですけど、それを目指して来年頑張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大谷翔平本季28場先發，15勝9敗166局，勝出219處3勝，防禦率2.33，157場出賽586個打數，攻出34粒紅不讓，95分打點，打擊率2.73，出賽場次生涯新冠，成績穩定。以去年獲頒美聯 MVP， 今年有機會佫競爭。伊上強的對手是只攻出本季第26粒的紅不讓，女是美聯，單季上濟紅不讓紀錄。包辦131分打點的洋基隊法官謝志，記者綜合報道。2022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82歲法國作家安妮艾洛摕到，伊20多本冊攏寫身軀邊的人因的生活，外界學到伊的作品充滿勇氣佮寧靜。伊嘛是一個支持女性會當有權利甲囡仔摕到的作家。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是82歲法國作家安妮艾洛摕到。雖然坊間學議講，安妮艾洛發現個人記憶的根源，疏離甲集體限制勇氣，一個連層敏銳性，得到因的肯定。安妮佇咧因兜門口講，知影消息真歡喜。Je peux pas. Bon, je suis très heureuse, je suis fière. Voilà, c'est tout. 安妮艾诺1974年以自传体小说《晴空》开始伊的文学创作，描述伊伫咧法国合法化进程的非法倒体摕囡仔。伊20幾本書記錄生活中的事件，甲伊身軀邊人的生活，清楚地描述性接觸、摕囡仔、疾病甲死亡。伊強烈捍衛婦女摕囡仔甲避婚的權利。Parce que c'est la plus grande, je veux dire, la contraception et le droit à l'avortement. Ce sont c'est la matrice de la liberté des femmes. 评审委员讲，安妮艾诺伫咧作品内面勇敢、冷静、敏锐的讲述个体记忆的起源、隔离，也讲集体心理压制。伊作品点到记忆、家庭、甲社会阴暗面。Well,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her frankness. That is, she's an extremely honest writer who is not afraid to confront the hard truths. She's a writer. She writes about things that no one else writes about. For instance, her abortion, her jealousy, her experiences as an abandoned lover, and so forth. I mean, really hard experiences, and she gives words for these experiences that are very simply and striking. They are short books, but they are really moving. 安妮艾诺是法國第一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另外，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會伫今仔日公布，經濟學獎是伫後禮拜日公布。記者綜合報道。烏克蘭甲羅西亞戰爭嘛，互美國和羅西亞局勢是愈來愈緊張。不過佇太空的領域，美國甲羅西亞是無抓破面，繼續咧交流合作。一隻載飛龍號太空船的 SpaceX 火箭，甲4位太空人送去國際太空站，內底成員有美國、羅西亞和日本。MS2 has you loud and clear。4個太空人穿好裝備，坐起的太空船準備要去國際太空站。美國時間5中晝，飛龍號太空船對 SpaceX 獵鷹9號火箭升空。這擺任務是2個美國、1個日本和1個俄羅斯的太空人組成的。Thank you, Falcon 9 and our fellow agencies, to Roscosmos, NASA, and JAXA, and SpaceX exactly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We're so glad to do it together. And thank you for everybody, for all people who with us. 38歲的安娜·齐奇娜是俄羅斯太空總署唯一一個現役的女性太空人，嘛是20年以來的第一擺有俄羅斯的太空人對美國本土坐太空船去的。美國 NASA 和俄羅斯的太空總署是簽共享的協議，雙方是互惠交換。齊齊娜和另外一個美國太空人是換位，伊坐美國的太空船升空，美國太空人是坐俄羅斯的聯名號飛船去國際太空站。但是因為即馬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還在打，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真緊張。不過這個合作繼續，大家是真關心。
目前看起来双方并没有切断这方面合作的打算，只是内部都还是有一些声音，所以目前还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国际太空站在10年内肯定也需要更新，在这些太空站上的合作其实有一个洗牌的可能。没有办法参加国际太空站的中国也希望把天宫变成一个未来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地缘政治的情势之下，太空站的计划有兴趣的国家做协调，那这个是接下来需要非常注意的重点。这摆太空站的任务是暗算发射了后29点钟就会当到国际太空站，接原本的太空人来做5个月的科学任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阿拉伯国家卡达，有人会想讲，这是生产石油真好野的国家。听到中东，就会想讲，因应该是信伊斯兰教，生做阿拉伯人迄款型。为着要互众人更较了解卡达，当地都网庆拍影片，小解卡达的日常文化。那么，这回来看麦。Today, we're going to be answering the web's most searched for questions about Qatar. What is Qatar famous for? So, of course, w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Qatar is famous for being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英语是讲得真好，表情自然搁活泼。伊就是最近伫网络真红的 MRQ。今年38岁的 Q 先生，爸爸是卡达的人，妈妈是对英国来的。伊讲伊伫英国读大学的时阵，真侪人拢问伊讲卡达伫对，因为真正收集访问到这个问题，伊嘛开始质疑啥那这侪人唔知影卡达。So I went online and I started to search, and it was true. A lot of information was super out of date, and there wa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if there was any anyway. And I decided I wanted to create a site or a blog. Q 先生伫2008年是成立家己的部落格，专门为住伫卡达的外国人士来解答因的问题。11月卡达就要办世界卡球比赛，到时有30几个国家的选手含各地来的球迷会来卡达。Q 先生服务的对象就会更较侪啊。伊的 IG 和 YouTube 即马拢有10多万人在追踪，真侪人问讲安怎拍招呼咧。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Qataris kiss. We're going to do some quick demonstrations. So, as you can see, two men are approaching each other and they're going to shake their hand and they're going to kiss twice if they, I mean in the cheek. Twice with the cheek. Okay, that's if they don't know each other. Q 先生嘛捌特别介绍卡达人的穿插，伊讲男生伫长衫下骹阁会穿一领长裤。卡达上好食的当然嘛爱介绍，但是常常拢笑笑的 Q 先生，有当时嘛会因为别人的印象感觉艰苦。The thing that stresses me out the most is how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we are all individual citizens that make up a country. I just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when people stereotype or generalize that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negative that's happened that we all accept it or we all agree with it. 除了拍拼拍破别人的偏见，已经互聘做卡达的足协顾问的 Q 先生嘛讲，卡达为着要迎接世界卡球赛的人客，特别是放零啉酒的限制，当然团的人数嘛会当来，希望各地民众拢来体验卡达的热情。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温度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中部地区28度到33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华岛地区24度到31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